歡迎你返嚟林教頭運動小教室啊！你係咪每日都好忙啊？你係咪每日都想用少少時間做運動？咁今日嘅3分鐘運動咁就啱晒你啦！係啊，係咪近排你都覺得你個肚腩都脹咗少少，行多幾級樓梯都係氣喘啊？嗱，咁就記得分享埋呢條片俾你關心嘅朋友。嗱，呢個3分鐘運動咧，我好多學生都跟住做，都好有效。咁我好夜翻屋企嘅話咧，都抽幾分鐘嘅時間咧，做咗呢堆運動去嘅。3分鐘真係冇料到㗎。係，我都明3分鐘做運動真係冇乜效。不過呢3分鐘係你嘅，你可以食杯雪糕，瞓咗亦都得。身體係你自己嘅，你繼續肥，繼續行樓梯好辛苦，關我咩事？反正好多學生都繼續做，我都日日會做運動。如果你想試下做嘅話，就搵3分鐘試下做咯。如果你持續1個禮拜咁做，你一定有改變嘅。如果1個月，哇，你一定好犀利。如果持續1年嘅話，哇，不得了啊！去啦，我哋做運動啦。第一個1分鐘，咁就做登山跑呢個動作。首先注意個背脊啦，一定要平㗎啦。跟住望一望個膝頭哥，其實每一步係向前。跟住留意下個腳踭同埋腳尖。咁如果動作快，你可以一路跑住做咁樣。第二個1分鐘，踮腹，注一注隻腳係90度攞起，上半身咧升上嚟。第3個1分鐘，開合跳。隻手嘅位咧，盡量伸直，落嚟嘅時候拍一拍隻筋。腳一路跳嘅時候咧，係用腳尖嘅。恭喜你啦，你一定跟住做啦，睇到呢度。咁如果你覺得呢條片咧都幫到你少少嘅話咧，都請你分享俾你關心嘅人，等佢一齊都健康啦。3分鐘運動，下條片見。